緊接落嚟嘅漢族舞就會由德育舞蹈藝術學院、聖公會聖象堂、社區中心婦女會以及關心你的心3個團體為我哋表演，有請。可以推返低要入咩？要入點教個曝光簿上，因為咁任何掣都會影響到幾陣。咪你攞近啲咁就唔會爆咁樣，你喐唔到冇計。背影多得滯啊！呢度多得滯啊！多謝3個團體嘅演出。